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推广有奖励的，这是我们给你看一个案例吧。那这个，因为他做的时间比较久，你看他总共邀请了有7343人，2级好友也要7000多，充值人数有1000多，那你看他赚到了，这是人民币就是个十百千万10万，就107000，这都是真实的数据，而且是在后台的，你就可以看得到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详情吧。你看。充值，好，这是这个数据，就是真实的，就是展现在这里的，就是你的推广方法或者是推广的圈子大，那这个收益就是肯定是在你这里的，这个是系统平台自动算给你的，我们谁也拿不走，而且我们这个是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平台，这个数据肯定也是公正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推广过程吧，就是这样有一个链接啊。倒一下，我们再倒回去一下，然后看怎么生成这个链接的。就是你登录之后，这是登录之后的界面嘛，这里都是有价格，这是月码的价格，这是年码的，然后在这里点这里分享啊，就 share，OK， 点到这里就会出来这个界面啊，就是说邀请 ，OK， 再点这个红色的，好，这里就有个链接了 ，OK， 然后比如说。发给朋友是吧？或者发朋友圈。举个例子，有没有登录微信？发到我微信上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链接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找个记事本，就看这个推广链接是，对，它应该也就是一串这个网址吧。有这么长吗？啊，就是前面是一个介绍，因为只有链接就会可能会被一些平台视作是病毒软件或者是恶意的。那我们这边是有个介绍，就是让你来试一试新造图纸，这里面有这个图纸的一个简单介绍，也包括了手机、平板、Mac、无人机、游戏机，还有比如说新能源汽车，而且它的特点就是内容丰富。还有标注图，还有原理图、点位、走线，还有通病，还有案例，还有很多的维修案例，然后云端存储数据，现在是每日更新，这些都可以看得到的。每日更新在前端可以看得到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每日更新这块儿。这个部分就是你看，就是每日更新，还有在那个下载网址那边会有一个数据都会统计的，它也要每日更新，到时候我会把那个图也附上来，你们可以看得到的。这个就是这里面的数据都是真实的，可以看。然后你看这些就是这些涉及的内容，涉及的平板、笔记本、主板，然后特别好消息，现在是有了这个教程这块，自学教程，这都是视频的，这些视频呢。目前这些都是免费开放给这些 VIP， 所以这块对我们的图纸推广也是非常大的帮助。对于这个想进一步提高自己技能的，或者是想新入行的，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这里面真的我可以觉得它就像是你的一个领门的一个靠谱的一个师傅一样，把你领进来。这里面还有很多的视频，点开一个看。比如说这个 iPhone 的，我们比如说看一下11的 ，OK， 点开看，它是这边是视频的 ，OK， 点开一个看，点完之后这里就会出来，OK， 点开看一下 iPhone 手机 WiFi 电路维修 ，OK， 这节视频主要讲解 iPhone 11 WiFi 电路。对，这里面就会详细的视频介绍，你们到时候再用其他的软件可以把它翻译成你们对应的语言就可以了。你们也可以暂停去看。那这个软件功能就现在是非常强大了，功能也很齐全，全部都是为用户考虑。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你在这里可以赚钱，享收益。这里也是赚钱的一个案例。通过这时间的积累沉淀，可以赚到这么多钱。
10万多人民币。如果这是只是有时间空余时间去推广一下的，如果你坚持去做得更好的话，我相信肯定数据会超过这个。而我们这个软件第二点总结就是我们这个软件本身涉及到有这么多领域，手机、平板、Mac， 再加上还有第3点就是它现在增加了这个自学教程这块，有强大的视频，很多视频学习的视频来支撑。所以最后总结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然后可以为我们这个全球的维修行业的朋友们真正的带来价值。然后希望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推广，也欢迎你们在推广的过程中给我们提出反馈和意见，反馈意见也有奖励的。好，感谢各位朋友。